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今日7月15公视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咱赶紧来关心几项上要紧的新闻事件。咱看到讲国民党总统初选韩国瑜赢，台北市长郭文珽是讲，伊打着要认真想看敢有要选咯。蔡英文总统对连任是真有信心。蔡总统访问 Saint Kitts and Nevis 联邦直国，伊也是头一个踏上 Nevis 这块岛的台湾总统。伫咧石门的第一核能发电厂上尾大发电机执照今仔日到期。国民党总统初选，党中央今日早起公布民调结果，高雄市长韩国瑜一个人摕到44.8%支持率，应当是会得到国民党的提名。民调结果排第3的前任的新北市长朱立伦，伊是表明讲甘愿接受初选这个结果。另外，人嘛问到讲，一直还未表明敢有要选的台北市长郭文珽，伊是讲吼，安尼就有影爱斟酌认真来想了。国民党伫早起10:45，主席吴敦义带选赢初选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做伙召开记者会。民调结果，5位参选人，韩国瑜是以44.8%支持率大赢郭台铭跟朱立伦等人，确定代表国民党参选明年的总统。韩国瑜除了说多些，嘛强调伊会继续做高雄市长应该做的代志。未来要做的事情，未来面临的挑战好巨大。我个人没有任何喜悦，没有任何欢乐，我只希望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之后，得到各路的朋友的帮忙，我们一起来开创台湾美好的未来。郭台铭早起临时取消原本要举行的记者会，发出声明恭喜韩国瑜。声明并无讲到伊刚是要脱党参选。排名第3的朱立伦是开记者会表示，伊接受初选的结果。此刻的心情是失落的，但是我相信挫折会让我更坚强。一直还未表态，刚是要参选总统的台北市长郭文珽是回应讲，伊即马开始要认真来思考，刚是要参选，敢有可能会甲郭台铭来配合？郭文珽嘛无甲话讲死。我们活在世界上，不是跟所有人都要合作，对，因为我们其实偶尔我们也尽量不要去把任何人当做敌人嘛，所以是这样嘛。我常说。合作有很多种嘛，看也不是合作，也不见得说每一件事情都合作嘛。相对韩国瑜会代表国民党来挑战现任的总统蔡英文，民进党党主席邓林泰是表示，面对未来选举，民进党会用过去选战的经验，以保卫台湾为诉求，冇一定要赢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当伫咧 Saint Kitts and Nevis 联邦直国，当伫咧访问的蔡英文总统，伊也踏上 Nevis 这块岛。伊是台湾，会用讲是有史以来头一个拜访这个所在的总统。人问起就讲，国民党总统提名已经出来了，蔡总统是讲国内的代志，咱倒转来到国内再过来会。当地圣克里斯多夫及尼维斯访问的总统蔡英文，当地时间14号早起出席由台客两国做伙策动的尼维斯岛海花景观公园动土典礼，成为头一个去到尼维斯岛的咱国总统。那么这项合作计划兼顾了环境友善、在地参与跟永续设计的理念，整合各界资源一起投入，可以说完全符合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的目标。除了在观光产业协助饮食发展，教育方面，蔡总统甲克国的总理哈里斯见证之下，两国嘛签订技职教育甲职业训练合作协定。海洋国家的发展也需要优秀的人才来支撑。刚刚我们见证了技职教育合作协定的签署，台湾很乐意分享我们在技职教育领域的经验。Indeed,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Federation of Saint Kitts and Nevis have a deep bond that is stronger than ever, and President Tsai's visit is the ultimate reflection of this. 当地友邦摒外交的蔡总统面对着中共发布要伫东南沿海来做军演，强调国军是全心拢掌握，同时嘛向中国来发话。我每次出访的例行性的演习了哈，那但是我们国军都有全程的掌握啊，我们也希望这个中国方面作为一个大国，对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的责任能够认真的看待哈。
另外，国民党总统初选结果出来啊，牵动着未来国内政局的发展，蔡总统犹原是信心满满。有信心可以胜选吗？不管国民党推出谁来。有没有问题？你问了一个答案很清楚的问题嘛，当然是有信心的啊。蔡总统强调，会继续甲友邦有更较侪合作，继续来贡献着国际社会。面对着2020总统大选，蔡总统敢若讲国内问题转到国内才来讲，展现着拼外交的决心。记者欧文良、吴家宝、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采访报道。在地上大条，咱先来看点伫咧新北市石门的福陵第一发电厂内底2号发电机的运转执照，拄好到今仔日到期。这也是福力厂内底上尾一只当伫咧运转的机组。总是环保团体质问讲，敢会这2号机明日啊修理哩咧，要搁重新切落去放？台电是强调讲，8月开始因连要将电送出来联络铁塔，都要听线送。总讲福陵第一厂真正是要收煞起来了。选2号1厂2号机运转执照过期的日子，环保团体集合伫台电门口。在地反响团体表示，等1号1厂毕业等40年，即马总算等到，但目前社区都业计划委员会急速上加。只放在新北市政府这样的层级明显不足。与我们环团在行政院所提的诉求，由行政院层级成立，完全相违背。毛环团指出，2号机目前的状况，阁是伫大修阶段，烦恼只要完成大修，就有可能另外找方法，寻求重新运转的可能。恐惊即马是假独业真大修，因为他们都在玩这种文字游戏，所以我一直担心的就是说，核灾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谎言。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揭破，它是假厨艺真大修。但台电说明，两部机组反应炉内底拢有燃料棒，电厂确实是比较大修模式进行安全维护，但8月中就会开始来进行实际的拆除工作，无法度送电，这哪有可能是假？我们也会在8月中旬，把整个我们核一厂会电力往外传输的第一个联络铁塔来予以拆除。那其实就已经证明了台电有处理的决心了。我不懂什么所谓的巧门是什么。原联会表示，就算进前的状况是大修，确实完成大修以后，2号机的运转执照嘛是已经到期啊，就代表机组无法度搁运转发电。记者林俊明、陈信良台北报道。同款嘛来关心发电的问题。立法院4月通过再生能源发电条例这部法律，内面有规定讲，用电较凶的大主人客。强制要有一部分采用太阳能啦、风力啦，也是水力落去发电的再生能源。不过，就有科技大厂出来讲，这再生能源的厂商大多数拢已经甲台电契约了，阮要去买这绿色的发电来用，有钱嘛买无呢？正义大港龙头台积电积极部件3奈米、5奈米定制程，虽然用电量不遐大，但是承诺要使用20%的绿电。最近台积电和经济部秘密协商，提出希望政府解决欠绿电的问题。我们今天讲的这个20%的绿电再生能源，这个是外加性的。我们今天跟台电购买，这个不算在我们台积电的20%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才希望民间业者也可以直接把绿电卖给我们。因为再生能源发电条例修法今年5月拄才通过，但是修法进前，再生能源不管是太阳能、风力、水力发电，用要拢是卖予台电。即马合约白条例袂当出走，经济部建议，为着要互企业顺利买到绿电，无和台电签约者会当顺市场机制自由交易。若是已经签约，但是反悔，会当回归商务契约方式，和台电谈解除合约。绿电交易规划朝向双方面来进行。要解约也要经过双方合意哈，那这一方面就是属于4契约的部分。那我们会请台电公司跟这些业者来谈，他们会有涉及到不同的趸购汇率，然后甚至有不同的暗场特别的需求，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够说独厚哪一个业者，或者是不考虑哪个族群，那这个部分必须要统一来考量的。台电表示，绿电交易相规则也未确定，搁伫咧研究当中。即马是由经济部工业局盘点厂商的绿电需求量，台电会伫咧检视家己手头有偌济绿电，要安怎摕到交易平台来卖电，才定绿电的计数。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太阳花学生运动的领袖林飞帆要接任民进党的副秘书长，伊也强调讲是因为中国对台湾各方面拢已经侵入甲足严重了，伊才会来接任这个职务。此后，伊会拍拼守护本土的政权，阁会认真去推动两个地人中间社会转型的意见交流。是讲林飞帆永过不时咧批评民进党，如今选去接任的副秘书长，针对这伊有一番的解说。 和民进党主席董英台秘书长罗文嘉做伙翕相，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飞帆正式接任民进党的副秘书长，加入民进党。31岁林飞帆是真有名的太阳花学运领袖，去年底才完成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硕士学位。林飞帆强调讲，接这个职务是感受到中国对台湾的渗透真严重，未来会致力在社会转型的世代对话，守护本土政权。北京代理势力也在台湾有多重轴线。 以不同的论述形式，企图将台湾置于一个中国框架底下。因为林飞帆过去至少10届对总统蔡英文、总统府秘书长陈桥等人批评施政无妥当，加入民进党的举动更加引起关注。但是我想说，如果对这个政党，如果我只有批评的话，那我今天不需要来到这个地方。 林飞帆加入民进党，唔是选择时代力量，是立委洪志勇发文评论，嘛互外界解读。林飞帆有可能将时代力量少年人的选票炸去民进党。真正的重点跟焦点不会只是在选举的竞争上面，选举是一时的。那未来在政策。 朝野政党如何互相的对话，在议题推进上面能够更多的合作。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实非凡的这样的一个抉择，其实是具有一个指标的一个抉择毕竟他过去跟时代力量的这个关系是这么的友好跟亲近对林飞帆的加入，董英台强调讲，欢迎少年朋友加入了后，让团队更加少年，更加有活力，变成改变民进党的力量。 过去半冬，伊和林飞帆真接见面，真欢喜有这款的人事安排。未来嘛，请林飞帆伫咧选战和青年政策等部分多多投入。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中营空服人员罢工，阁有事尾还未煞。中营航空工会企业工会今仔日要来甲资方进行第2摆的调解。企业工会是表示讲，空服人员罢工的期间，地勤的同事工课加真重，安尼先伫咧支援。 奖励津贴袂用得无入，中营公司这边嘛表明讲，因已经开始斟酌咧研究要安怎甲地勤的人员补偿了。中营空服员罢工一度结束，小团组地勤都带入去加护病房，也未出院。罢工期间，第一线地勤人员唔但工作量增加，嘛喺第一线面对旅客不满，工作压力大。中营航空企业工会替地勤争取权益，15甲资方进行第2摆调解。 以罢工期间地勤支援津贴做第一个讨论事项。在罢工期间，地勤人都非常的辛劳。那我们看到空服员其实有 double pay 之类的一些就是奖励措施。那我们希望说地勤人员的辛劳这边呢，公司能够给予一些罢工期间的资源津贴。 针对工会提出公司加发出勤地勤人员罢工期间，特工过真可支援津贴，对航空无具体回应。 安哥表示，目前已经伫研究罢工期间地勤员工的奖励措施。双方就于罢工期间的资源津贴部分有达成若干的共识，这样，但是还有一些部分双方还是要带回去再研议。11点调解结束，工会甲公司伫大方向达成协议，细节部分搁来研议，一定8月初8进行第3摆协商。 所以还会有第3次协商吗？还是有？伫罢工事件了后，团组地勤人员不满替会费替空员争取福利，最后该斗3工7卡村决定退出企业工会。工会嘛证实有地勤表达要退会，不过更是个位数。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咱来看香港反送中的游行，便来当着休困日，就一搭一搭一直摊开。早日有一场游行伫咧双水上水区这大家举办，昨伫咧人口上济沙田区嘛发起大游行，主办单位宣布讲有11万人到位。游行收煞了后，阁有5000多人唔愿四散，警方昨暗又阁出手清场，掠甲40多个市民起来侦办。 警察提棍啊，向一男子一直拍，伊向拍甲倒伫涂骹爬袂起来。
即香港警察针对14沙田大游行结束了后，因差不多50人再去沙田地铁站内底购物中心继续示威。伫昨暗时8点半展开清场行动，甲民众爆发其中一波冲突。真济防暴警察伫昨暗9点左右进入沙田广场，警方深夜暗记警告，这时阵有民众对警察戴安全帽仔装啊甲，有媒体甲警察相被互相拍掉，现场真混乱。无久，警察开始出动呼叫瀑布赶民众，因看到有人向碰甲目睭飞袂开，抗议民众走去商场2楼闪避，向警察当雨伞、塑胶管仔来反抗。警察一路了拍抗议的人。有不少人向靠起来，冲突一直到暗时10点半左右结束。现场头壳的人看到火，目前知影有40个人向涉嫌以非法集会罪名逮捕。No different from the umbrella movement happened 5 years ago. Most of the protesters came out because of their own choice, but not by any political parties. And we came out because of a simple urge, the freedom of Hong Kong. 其实这场抗议活动是规工的，14载时受香港7个传媒工会发起禁烈游行，抗议警察的暴力行为。下晡则由网友发起反送中游行，这摆扩大到香港沙田区举行，因为这是香港人口上济地区。警方提早一天就调配超过2000警察，游行人超过1期，游行发起人3部有11万5千人参加，警方统计这时间有2万8千人。香港4界拢伫反送中，为香港岛九龙来到新界上水，甲14个沙田，下一波游行会伫21个将军澳举行。记者综合报道。昨7月14也是法国的国庆日，今年度阅兵典礼上互人注目的就是本地踏伫咧骹底的厨房竟然改变甲会用个搭咧，将飞起咧到空中，会用个讲是真罕见。另外，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嘛宣布讲，明年9月。法国就要成立太空司令部，要将军事竞争的手骨按地球伸出到宇宙。出动4299个军队，甲各种战机战车，集合9个国家伫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展示军力。今年法国国庆阅兵仪式现代又不热烈。德国总理梅克尔甲荷兰总统吕特等重要欧盟国家领袖，嘛拢出席这场盛会。甲法国总统马克龙斗阵关心阅兵，其中上大焦点就是伊。法国的发明家沙帕塔亲身示范，徛伫真有未来感的飞行棒，穿伫大家面头前，大家拢真娱乐。若伫国庆进前，马克龙嘛表示，法国将伫明年9月成立太空司令部。强化法国的防卫能力。Pour assurer le développement et le renforcement de nos capacités spatiales, un grand commandement de l'espace sera créé en septembre prochain au sein de l'armée de l'air. Celle-ci deviendra à terme去年，美国总统川普嘛宣布，要伫2020前建立新的太空部队，为了维护俄罗斯、中国甲美国伫太空领域中一直超前。马克龙将宣布，嘛表示各国军事竞争将将为地球延伸到太空。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换讲美国总统川普下令要求负责移民甲海关的执法局 ICE， 即时开始伫各所在。大力敲找逃走入去美国遐个无合法的身份的移民，是讲伊这项政策刷去互旧金山、Denver， 佮有纽约这个大都市的市长，拢总甲抵制，无甲赞成。华盛顿州塔科马市这间非法移民拘留中心的停车场，佫有燃烧大烧着的汽车碎片。犯人是今年69岁查甫人威廉·范斯普朗森。伊有炸一支步枪，原本佫想要甲拘留中心外口一个大型的兵员组甲用互爆炸，毋过落尾也是袂负行动，就去互赶来现场警察单死。伊的朋友甲西雅图时报表示，范斯普朗森是一个无政府的主义者，佫有反法西斯的人士。2018年伫拘留中心外口举办的示威活动，警方抓到一个17岁示威者的时阵，迄当阵范斯普朗森佫捌出手来拍警察。朋友讲，伊13可能是因为政治目的来做自杀攻击。美国总统川普下令美国移民佫有海关执法局 ICE
到7月10日开始，伫全美在大城市执行大规模来掠非法移民的任务。第一天看起来是做表面，旧金山、丹佛、纽约等等几个民主党执政的城市，一流拢下令执法部门卖甲 ICE 来配合。纽约市长白书豪7月14日下晡伫记者会面顶表示，全市敢若3件甲 ICE 有关系的案件。I do know this is not about the security of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and it's not about enforcing the law. This is a political act by this president. He has politicized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gency to help him win re-election. 教会甲真侪民权团体嘛拢动员起来，提供非法移民法律协助，建议民众若是来 ICE 人员无带保龄，就莫开门，无律师伫现场嘛莫签任何的文件。另外一方面，墨西哥政府7月14日表示，会尽一切力量来协助去予美国遣送回来国内的民众来安定因的生活。The people, the Mexicans who are going to be deported, are going to find in Mexico an opportunity for job and support from the Mexican government. We are expecting something around 1,800, but we are not sure about the figure that is going to be in this week. But we are ready to receive them and offer them job and support. 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马啊，上新的统计来整理出讲，2017年规年当将近有72万人去到病院，去到诊所用健保咧领酸痛药布，其中有70%是超过65岁长辈领去咧用。啊，药师提醒讲酸痛药布啦，也是讲用抹药膏啦，这种药啊呢，咱千万都唔通已经有咧食消炎的啊，搁头落去要打止痛，万不利若用药过头，是会去伤到肝甲腰子。上会司机无因搬会落会，有时阵一无细力就去闹着，等伊出去就摕酸痛药布小打一个，互伊甲袂疼。就痛啊，痛才会贴啊，哎呀，就是去看一下医生就贴啊。不过医师警告，不管酸痛药布也是药膏，其实拢是药品。定来看到的成分是非类固醇消炎药啊，若是已经有食消炎药啊，千万唔通阁做伙使用酸痛药布，以免用药啊过量，伤害到肝和腰子的功能。剂量使用过度的时候，会引起一些临床上像这个 NSAID 的一些副作用，譬如说这个甚至这个过敏啦，这个胃出血啦，然后肝肾的一个影响。根据健保署统计发现，106年有71万8千多名患者伫咧门诊摕酸痛药布，总共有7100万片遐济，寄付总额超过1亿2000万，相当于平均每一个人每一档使用100片。进一步分析发现，使用者以65岁以上的族群上多，有14000多人，占7成。同样这样的一个病人就医人次里面，这个医院或是这个医师他使用的量到一个跟正常的一个医师的专业是有一个落差的时候，我们都会主动提示医院或医师。健保署强调，尊重医师开处方针的专业，但是这款含着止痛药的药布并无适合长期使用，嘛呼吁民众唔通有迷思，应该爱看医生，搭配复健或者是运动来改善症状。记者综合报道。咱这爸阿姆啊，头拄啊迄条新闻，你着听互认领记互条咧。啊，搁真侪阿公阿嬷嘛真听顺，刷落来这条你嘛得爱看互斟酌，真要紧。国民健康署印出来互新出世的幼婴仔因爸母做参考的儿童手册内面，有说明讲1岁以下翁婴仔毋免困枕头。毋过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抽查市面上幼婴仔的枕头，所发现讲有的业者毋但无提醒这项知识，搁颠倒讲因的枕头的地方塌甲无开。卫生福利部决定要去调查业者安尼先讲，是毋是有牵涉到疗效？各种外形、高质红影枕头，真侪设计到中央有耐力气，讲会当帮助红影头型变较好看。各业者甚至伫办公平台商品介绍，写防止红影死亡，跟兼顾完美头型的多功能枕头，产生会当有效消毒消气，并避免红影无得喘气，敢是牵涉到酸性疗效。业者有说防窒息啊，甚至啊可以防猝死啊这一类的文字的产生啊，它可能有涉及疗效的部分啊，所以说我们请了卫福部那食药署这部分依照那个药师法的规定69条去研议它是不是有宣称疗效。这摆消保处调查市面上3件红影枕头，发现有23件表示无符合芳一品规定，其中11件甚至可能无送检。
其实伫国建署因为儿童手册中，面卡写着一回影红影，无少当枕头，面床顶头物件较少的，将避免无得喘气。经济部甲卫福部会进一步研究，甚物规范要求，厂商爱伫商品写相关信息，避免误导。婴儿枕是属于一般商品，那到底这个部分是不是涉及那个所谓的防窒息或是？那个防猝死这个部分会请专家学者来做一些研议。消保官呼吁红影困的物件，甲囡仔长时间接触，甲安全健康有关系。家长伫选择时阵，都要特别注意相关标识，尤其是即马网络买物件是真流行，选择时阵买看清楚说明，避免向误导。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金门有一项活动已经举办17档啊，这是互选手伫咧海面收远度的比赛，叫做抢滩撩罗湾。7月13，湾仔吸引上千人来讲要参加。无又讲因为海面反风，考虑到安全问题，煞取消活动。17年来头一摆安尼临时取消，选手会用咧讲是拢感觉真懊恼、真惋惜。沙堡顶悬一排一排选手穿游泳衫、春电暖身，大家拢已经准备好要来参加抢滩撩罗湾海上长泳活动。今年已经是第17届，7月13吸引超过1500个介意长泳的民众来参加。没想到大会却宣布海象无好，考虑选手的安全，活动取消。这也是活动举办17年以来的头一摆。这个数据都比前一次南洋办那个永渡龟山岛的数据都还恶劣，所以经过我们风险评估小组综合讨论以后，就忍痛宣布今天的活动就取消。在对横路来选手原本期待要来顶功夫，选手表示非常的无彩，敢来使5万明年再过来挑战。也不过，冇被少人留在海边生水。第一次遇到取消，这个我们相信大会的评估，所以我们相信专业。不会，因为其实我们还可以在岸边玩水，然后风景、阳光其实都很好，所以也不会说来这边白来这样子。选手和游客为了留在海边生水，为了甚至游泳出海，考虑到安全，眼顺地下以1块坑指挥民众上岸，避免因为风险太大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彰化一个妇人人因为厝边斗因饲的鹅仔安尼逐工刮，吵甲伊挡袂牢，竟然放迄落烧滚滚的烧水，入去到厝边的农场，用烧水淋伫咧鹅卵，淋伫咧鹅仔的身躯顶，鹅仔烫伤，卵嘛浮无。法官认定讲，安尼是已经牵涉到毁损，依法判处拘役。这个妇人人吼也违背动物保护法，所以彰化县政府也特别甲伊开罚。就是妇人摕着一股滚水，行进厝边啊农场内底的鹅卵，直接甲烧水淋咧鹅卵顶悬，结果造成鹅卵浮袂出来。饲主调出监视画面，发现安尼恶行去甲提告。法官认为，母囝2个人已经触犯毁损罪。这个部分主要法官认为说，他那个开水淋在鹅蛋上，造成它腐烂毁损。所以最后才依毁损罪来判处，就依毁损罪各判处拘役。法官调查发现，张氏妇人总共走入去厝边的农场5摆，毁损了33粒的鹅卵，连当日孵卵的鹅母嘛，互伊用烧水烫着伤。彰化县动物所第一时间嘛介入调查。不过张氏妇人当时辩称是用温的水，不过法官上尾认定是用烧水。动方所认为，安尼已经违反动物保护法，嘛会来进行开罚。那他今天是用热水来烫这个动物哈，算是一个骚扰虐待的行为。那我们会来先拆除哈，那15000到75000的这个行政罚款。我甲破坏牛卵，我有影靠我看唔着。啊你生你摕当食落啊，你搁拖倒路顶，你要饲人的牛，敢是拢饲伫迄无人吵的时候，拢饲田牛，拢饲伫田着啊。啊饲伫啊，你饲伫厝边，你看拢规日拢种落啊，我房间后啦。张氏妇人事后嘛认为用烧水来烫鹅甲鹅卵，确实无适当。不过伊嘛强调，是因为鹅的叫声实在是伤吵，才会挡袂牢。不过动方所建议，应该先寻求公所也是相关单位的协助，才袂因为一时的气氛来处罚。记者彰化综合报道。
咱话来讲台湾特产的台湾香芒，咱讲叫做山柑啊吼。日本人原来认定讲这是永生之宝，现时到业者甲农委会特产试验所合作，开发出专门互猪仔食的香芒保健饲料。实验证实讲，这个猪仔食落吼，加正够大，啊毋那呢生哦。猪仔产的红记记，啊肥猪肉、肥籽籽，用的讲是吼，互饲食的民众食到拢感觉肉质。加足甜的，啊嘛无臭腥味。台湾原生种，大家拢讲是山柑仔的台湾香芒，日本人讲是永生之宝。山柑仔加膏接了后，剩的肉甲皮要安怎？屏东有业者和农委会特试所合作，将香芒变作是饲料，互猪仔食。部长第一刷发现讲，这种香芒猪的肉质真青甜，阁袂臭臭。它的肉对，真的没有一点那种腥味啊，很爽口，质感我第一次吃哦，我没吃过这好吃的吧。很明显的看出会有那个大理石纹，这个没有使用的话就看不出来。业者讲，唔那猪仔饲较起来，而且无需要用散肉精，就会使互散肉甲肥肉搁较招纹。为着要有搁较侪科学技术来到三工，区银行去年和特试所合作开发香芒石化素，把这项技术应用伫咧猪仔饲料。我们发现说，它可以在宰猪的增重或它的饲料上面有一个相当好的改善的效果哈，不管在循环农业或在动物保健上面都有非常好的功效。特试所表示，试验结果显示，香芒石化素会使互猪仔高大汉，改善饲料的效率。上重要是，肉袂增加成本。业者也希望会使量早推出香芒饲料，打造循环农业的产业链。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台南永康质量局2楼的凌霄宝殿，7天前飞来一对鸟头鸟，学术上的名号讲叫做冷角鸮。你甲看吼，这鸟仔两日目睭圆认认，实在真古锥。7年来，因也伫遮做寿佮生炭咯。庙方欢迎咱大家来看冷角鸮、鸟头鸟，不过吼翕相的时就要较斟酌咧，唔通甲因拍青惊着。一片附近声当中，一只伫其保育类的动物领角鸮，随着声调，喙一边开，搁一边合，敢若是伫念佛经，互民众感觉真神奇。台南永康一间宫庙，7天前飞来一对领角鸮，只有是以庙为厝，成为了镇店之宝，吸引真侪民众上门来看。有伊遮旅客安坐的时阵，就拢会飞倒来。系啊，人要安怎改菜，伊拢袂飞走。台南市永康质量讲7天前完成大殿的时阵，志工是发现涂骹有野毛，抬头一看，10公尺高的走近，才发现有一对领角鸮来出没。7天外来，搁定期生后一代，但是自从生2只了后，就无搁看过这对领角鸮。目前常驻玉皇殿的，敢若剩一只。2012年的时候发现的，这一对领角鸮，它刚好一对，它在我们的玉皇殿上的结网。庙方一直很爱惜这领角鸮。那领角鸮现在目前在我们都市，比较常见的就是像领角鸮跟凤头苍鹰，希望民众能够了解它们是保育类的鸟儿，这样子。翕照俱乐部是表示，领角鸮是2级的保育类动物，身长大约22到26公分，吸引力是真强，生活范围非常靠近人类，是都市常常看到的猫头鹰之一。而庙方对领角鸮嘛非常的保护，呼吁民众观赏的时阵莫甲因惊到。记者王正云台南报道。咱话来讲，屏东南州一个农民姓区永关，这位区先生吼，伊种一款品种真罕见的黄金布丁的芒果山野吼，伊坚持用草生栽培自然农法，也无用化学肥料，也无抢收，就是望讲会当互民众食到无毒、佮健康的农产品。甲我透露的详细看山野的状况，每一粒拢是农民区永冠用心栽种的成果。品种真特殊，伫屏东真罕咧看，因为伊食起无纤维，像布丁共款骨溜，因此红号做是黄金布丁山野，肉质真油，嘛袂伤甜，食过的人拢真饿了。那这芒果呢，吃起来非常的清香，有点像布丁，感觉口感很好。
为了种出无毒佮健康的酸野，区养馆采用草生栽培，互农作物自然家己熟，佮爱定定加树基，互酸野树会当晒着日，嘛会当预防风雨的灾害，来降低损失。虽然伫自然栽种的环境之下，看起来无遐尼水，但是伊认为安尼食会较放心。我在一直想说，怎么样改变，说他们喜欢吃，而且又吃了不会这种过敏的感觉。结果就一直说啊，不然就自己下来种。啊，他们吃了说，哎，不错啊，所以我现在全部都不用化学肥料啦，啊，就是用那个鱼池的水来灌溉这些芒果。种酸野已经7档的区养馆，为着种出健康的酸野，无赶要收成。当然，果子园的管理成本个会提悬，甲营收无法度比。但是，伊对自然农法栽种的坚持，和协助管理果子园的屏东县联社理事林明静真配合。他收集的压力会很大的，那就是理念啊，对啊，就是我就帮他。即马黄金布丁酸野已经通过屏科大374项药剂检验，区养馆嘛开始规划要甲果子园开放，提供民众体验满酸野的趣味。未来嘛要推广上市，互更加侪民众会当食到无毒、健康又搁幼绵绵的黄金布丁酸野。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话，互你做参考。今日咱来讲热人大出的往来酸野甲木瓜。这拢有4句联，拢有俗语话哦。咱讲到木瓜，较早一条4句联，这歌册内底印的，就是讲以早因为医学较无遐普遍啊，歌册原来写一寡中医的知识啦，讲丁皮入经治风寒，紫苏薄荷退发寒，川北入经治风火，骨头痛痛落木瓜。是讲现代人你若有辛苦病痛，就要去互医生看，这是较早当作知识小交换啦。啊，骨头痛痛落木瓜，即句话讲做木瓜。毋过国政要举另外一个例来说明讲，以早毋若有人讲木瓜，有哪有人讲木瓜？你敢要信？哦，哪会无？较早咱陈芬兰咧唱迄条《快乐的出旁》，敢无唱讲木瓜花香味，卡某妹嘛飞来，一路顺风念歌诗。啊，较早三匹英台一条4句联，伊内底讲英台就是打扮做男装，啊，敢若一直要提醒三匹讲，我就是查某囡仔，你哪会拢毋知？双人行到凉亭外，3月袂寒甲袂热，即地2丛悬甲大，就是奶子甲木瓜。这4句联拢讲斗句的啊。那讲4句联无斗句，就袂输，敢若亲像做衫无下书。所以谈遮讲2丛啦，悬甲大，啊，就是奶子甲木瓜，表示讲以早原来有人毋是讲木瓜，原来有人讲做木瓜呢。是讲国情啊，汉字都拢写相像，木瓜甲木瓜要安怎分？毋则会讲咱若有心要学台湾话，你就爱落去学一套用标音的字。啊，这标音是今日才识的呢。西元1885年，就是将近离即啊130几年前，来到台南府城来传耶稣的道理，才会传教士。人因就写白话字，搁印报纸，同款7月啊，1885年7月的时阵，因就编台湾府城教会报，清一色拢用白话字，无用汉字写的。头一张人因内底就写讲，阮是要传耶稣的道理，毋过恁的字真恶，所以阮有写版面的法度。啊，这白话字已经伫台湾通行100几档啊，所以你若认真甲学，连英语都毋捌学过啦。会用咧讲是半工，甚至讲1工，绝对所有的字幕拢会晓读。像讲成功大学的蒋伟文教授，台中教育大学的何信涵教授。杨文元教授，人因就将100多年来真侪白话字留落来历史资料，拢总编做一套册，内底内容是真丰富。那有心要学台湾话、白话字，也是咱即马教育部按白话字改良的台湾闽南语拼音系统，就爱落去学。讲来到遮国情啊，佮甲你掺一句，就是咱往来啦、西瓜啦、山啊，这俗语话。有人讲往来头，西瓜尾，啊，另外佮一句，就是讲做开要到啊，下字。山啊，就落地，这拢是台湾民间的流传，配合这开，着时才会好食的俗语话。啊，搁来咱话讲金蕉，讲金蕉的新闻，咱的农委会7月1公布讲，种金蕉的登记收入保险的新制度。
你若讲一架当的金蕉，平均册逐英年收起来，拢赚有100万。今年咱饲草卖卖起来才90万尔，咱农民，你都若有份保险啊？前差这10万块，到底通我去领来补数？目前高雄、屏东有5个乡镇拢已经有试办过啊，效果有影讲是真成功，所以农委会难免就要公布这项新的办法。金蕉是南部重要的作物，遇到天灾，也是讲产量收窄，就可能互农民损失。农委会为这个月开始要推出着金蕉登记收入保险，选定产量较悬的高雄大寮、美浓、旗山、甲屏东里港、高树等5个乡镇来试办。保险的对象是明年1月到12月要采收的金蕉，会当投保期间是为今年10月开始。台风等因素造成它的产量减少。那也可能因为市场的价格的一个崩盘，造成它的收益减少。所以香蕉收入保险就是为了避免天灾或价格下跌，造成种植香蕉的农友的收入的不稳定。所以我们预计在今年的10月就会推出这个香蕉收入保险。农会表示，这项保险主要针对是农民收入的部分，保险的金额就要看因选择的理赔的比例关价来做调整。在试办的期间，农委会会补助一半的保费来鼓励农民，啊，毋过有农民反映，就算讲政府要互因补助，啊，毋过本身经济较歹的人，所有可能看会到、接袂到。你农民种还阁7-8成，无嘛6-7成，收入袂稳定，啊，你敢若讲要创啊？吼，恁想讲对农民要加一个保障？足好意啦！啊，我即马强调是你7-8成收入袂稳定嘛，啊，他有迄个良偿钱，讲要来过来创要来保险咧。除了农民反映的问题，要承办这业务的农会嘛提醒，开办保险进前事先的预防工课要完备，亲像是种物件要登记的制度，就要落实，还会当掌握到所栽种的面积，避免农民因为有了保障，过来大量栽种，出现着产销失衡的状况。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明昭权高雄报道。总是天灾地变，咱无才调通好暗算，啊，连国外嘛同款。美国头一个风台 Barry， 顶礼拜6升长美国南边的路易斯安那一州。地书甲讲有几项个所在饮水失电，搁另外咱来看印尼马拉喀斯之省，伫咧7月14尾暗嘛来发生规模7.3个地震，现时知影讲已经有人因为地震来损失性命咯。民众伫大白场走出来，每一个人看起来拢真惊吓。印度东部的北马鲁卡省，当地时间14下晡6点10分发生规模7.3的地震。Tentunya kami takut dan trauma akan gempa yang akhir-akhir ini sering terjadi. Hampir sekitar berapa detik? Ada sekitar 5-6 detik tadi. 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正用离北马鲁高省上大城市德纳蒂东南方168公里的所在，地震的深度仅10公里。印尼政府无发布海潮警报，暗过地震发生了后4点钟以来，发生上无30届以上的小地震。目前已经知影伫南哈马希拉岛面顶有一个人死去。镜头所来去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救援人员出动直升机，把一个人甲狗仔吊起来。特别西高湾形成的一级飓风巴瑞，13日去路易斯安那州了后，造成透大风甲落大雨，互超过10万的用户来停电。啊，毋过飓风的强度已经伫10时减轻变做热带风暴。目前当地豆豆啊向阿肯色州来刷叮当。Obviously, we have to be diligent and timely about doing that because we're in hurricane season. We don't know when the next time is going to be that we get a storm. 虽然飓风已经减轻，嘛无传出灾情，啊，毋过政府唔敢给风雨，表示讲飓风离开了的气流会发生大水雨。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嘛呼吁民众要保持注意，避免出门，而且小心透大风可能会造成停电。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看印度，日本伫咧印度时间7月15，因要发射一只去到月亮探查的月球飞船2号的太空船。结果发射进前1点钟，却临时宣布讲因为技术问题，任务取消。伫印度安德拉省海岸外岛的万达太空中心，半暝的时阵，大批记者当无因在为登月探勘的月球飞船2号发射相关的報道，當咧無用，煞接到任務取消的消息。A technical snag was observed in launch vehicle system at T-2. As a measure of abundant precaution, Chandrayaan-2 launch has been called off for today.
Revised launch date will be announced later. 月球飞船2号原定当地时间半暝2点51分要发射，煞伫咧无1点钟进前画停。发言人表示，发生技术上的问题，因为发现底板燃料了后重量差不多640吨的发射载具系统有状况。月球飞船2号这届的任务是派出登陆器和探测车，伫咧登陆月球了后，考察毋捌被探测过的月球南极，确认月球表面有水存在的证据。 印度总理莫迪真想要向全世界证明印度有太空比赛的能力。月球飞船2号登月计划开1亿5000万美金，相当于46亿台票。资本寄望这届发射计划成功，会当让印度变成伫美国、俄国和中国了后，全世界第4个登陆月球的国家。印度捌伫2008年派出月球飞船1号探月，不过迄当阵并无登陆，只是以雷达探测。记者综合报道。 体大单车饼，咱来看世界闻名的网仔球的台湾选手谢淑薇甲詹永莲，因两个伫咧温布顿网仔球锦标赛，近来一个伫女子双打，一个伫混合双打，拢摕到冠军。赛况赛顶，这球已经出界，谢淑薇甲捷克巴巴罗斯特瑞科娃伫温网女双决赛以6比2、6比4拍败加拿大甲中国组合。 两个人加用1点钟又过6分钟就顺利赢球，这个赛季保持无失去任何一冠纪录。谢淑薇摕到生涯第3组大满贯赛冠军，也是2013年以来第2组温网女双冠军。混双冠军战，卫冕顶头江英莲甲克罗埃西亚伊万多迪和对手花球挂伫网下，摕到冠军点。两个人以6比2、6比3拍败拉脱维亚甲瑞典组合，头一摆伫温网摕到冠军，也是法邦卫冕以来拍出大满贯10连胜。江敏兰甲多迪连续2年伫法邦混双摕到冠军，即摆又去摕到温网的冠军，加上2014年美邦女双冠军，江敏兰已经有4组大满贯冠军。对手甲球拍飞，后面下骹的塞维亚 Novak Djokovic 摕到这场比赛冠军点。 今年温网男单决赛是演出一场团结大战，瑞士第快车 Roger Federer 甲球王 Djokovic 车拼，一路是战到决胜第5盘。前4盘同2摆拍到抢一决胜，第5盘阁是落拍到12比12。演出温网今年改制了后，第一场决胜盘抢一大战。 Djokovic 伫闪过对手2个冠军点，反败为胜，这是史上拍上久的4点钟又过57分钟的男单决赛。 总算摕到生涯第6组大满贯赛冠军。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彰化，彰化日本时代一个真出名的医生，伊也是文学作家。人讲用汉字写的台湾新文学，称呼伊叫做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伊的字叫做赖兰魂。现主是伫咧台北，日本时代北警察署，也就是宁夏路遮，设立做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特别有一场的展览。 将伊医生人咧共看诊的懒魂诊疗室，拢甲摆出来，互观众去遐参观，家己做医师，体会讲日本统治时代台湾人社会种种的作物。民众入来参观展览进前，爱先穿医师袍、挂听诊器，才会入来懒魂诊疗室，用艺术作家懒魂的角度来看台湾殖民时代的历史。 那赖和医师当时在帮忙这些医治这些病人的时候，同时也是在聆听这些庶民生活所遇到一些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就透过听诊器，让每一个人带听诊器去聆听赖和故事里的一些角色对话。其他人吼就做唔正生理啦。懒魂诊疗室当伫咧日治时代的台北北警察署，也就是今卖的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展出。懒魂是赖和的笔名。伫日治时代，赖和用白话文字写台湾在地故事。赖和的长孙赖国元用3个精神来诠释赖和对台湾的影响。人道的关怀，批判的精神。 一个民间的立场，我想赖和留予咱的精神，我感觉用这3个，会使你来家做对赖和精神，咱免来家延续落去。懒魂诊疗室展览，甲要我100年前的新旧文学论战，变作是现代赖群组的对话，真深实，阁真好理解。展览现场也特别设置相敌自动手写机器人，彰显赖和的字迹，以科技甲创意呈现跨时代的对话。记者尤怡珍综合报道。
有人讲台语无字，实在偌好咱魂伫日本时代，用台语写汉诗。伊看到讲台湾民主国成立，就写讲其中烽火尚如生，国建共和怎不成？啊，国政头拄啊讲嘛，真侪人用白话字咧写台语文呢。咱来讲李钦华教授，伊卖厝啊，一寡有志搁捡钱，互伊去美国读语言学博士，倒转来要为台湾拍拼，找咱家己的台语字。永暗9点，台湾新闻界节目，咱就来看李钦华教授的故事。李钦华做兵的时阵开始写诗，2年后出版头一本诗集《乌面》。过去真惯是用华语创作伊，和文书内容委问到讲，为怎样无要用台语写诗的时阵，就出现语言的意识。一直到写改验了后，这首诗行上街仔头嘛，突然间觉醒。华语迄首诗要念互群众听，迄要念台语啊。结果我提提吐吐了，念袂好势啦。迄阵就怎瞬间就顿悟，就觉醒，讲我安尼毋对，我袂当用台语直接写，袂当用台语直接念，无法度甲我的同胞、甲我的读者直接沟通，都要透过华语，我感觉这是毋对的，所以迄阵就开始语言觉醒。语言觉醒了后，伊放弃一切美好，40岁开始读语言学博士，为着要为台语找到家己的文字，到即阵出17本的诗集，4本的散文集。若是写用字真偏僻、真困难，诗写甲真深，人无法度进入，人就袂该读嘛。所以我拢尽量讲。尽量语言使用较浅白，文字使用较浅的，若较困难的，咱用罗马字书写。咱诗出版的时阵，后壁佫有华语注解，要帮助人了解。咱佫录音，要互人听。咱已经尽量做，互希望讲读者会当通接受，会当接入咱的世界，会当对推广。这台语有帮助啦。李钦华推测到台语运动过程付出虽然辛苦，但李钦华将来无放弃台语诗的创作之路，诉求接近大众的用词，推广台语文化。记者曾凯佳综合报道。咱来看屏东的慢慢，有3个传统的建筑的发展，屏东县政府即马拢有详细的研究，咱来看卖。屏东县慢慢乡五高水社区是全台湾第1个文化资产法指定的客家聚落。为着要保存五高水聚落的特色，屏东县政府甲客委会申请补助计划，委托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来执行。经过1档7个月考察，总算会当发表成果。屋况虽然说它的屋顶有漏水，我们那时候在讨论的时候有把这些问题都把它。这个计划嘛有记录五高水聚落内底3个传统建筑的发展甲现况，嘛要申请相关的工程计划和文化资产，或者传统建筑会当保存落来。活化利用这件事情是非常在意的，因为要本身有办法永续使用跟它利用，然后开放跟分享这个大前提之下，我们做这计划才会让在地居民实时的来参与。五高水传统聚落的保存调查研究嘛引起地方的注目。慢慢乡长甲侪关心客家文化保存的乡亲，拢来了解地方传统建筑的文化背景甲珍贵的所在。乡公所还有所有关心我们武功、所有公众事务、人文景观的人，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共识会议。要透过学界老师把这些资源珍贵的地方衬托出来，然后告诉我们社区的所有的人，让大家都知道这个珍贵的所在。客务处讲，有文化艺术的客家庄建筑当地消失，聚落的保存是袂当搁再拖啊。希望这个计划，甲3个传统建筑整修好势了后，会当有搁较明确的营运方向，来推测五高水聚落的在地客家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台中清水贯穿文化园区内面。这一间房间进来饲猫啊，真古锥，真侪人拢专工来看。
民众真欢喜和猫仔徛排翕相，卖使抱猫仔枕头做伙摄影，对头门到涂骹四界拢有古水的猫仔图样。这是台中清水眷村文化园区内底的猫屋，吸引真侪介意猫仔的民众来遮佚佗。都很适合，而且它有很多那个小猫在那个下面，很可爱。然后这些椅子也是有很多抱枕，很有亲切，很温暖。因为从外面传统的建筑，然后走进来就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存在，让人少女心喷发。清水眷村文化园区内底有真丰富的建筑形态，会使看到日治到国民政府生活变迁的历史。彩色的猫仔徛伫红砖仔围墙面顶，展示台中文学奖的新诗得奖作品，又搁古水又搁文青。猫屋呈现了早年眷村人甲猫仔亲密的互动，若是幸运，嘛有机会看到眷村猫仔店的形影。我们营造了属于一个完美的文青的风格。那现场我们还有可以搜集猫咪的盖章。那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现场打卡拍照，顺便认识清水眷村文化园区。猫屋是眷村文化园区经营的新的试验，是历史空间活化新的方式。对民众的欢迎看来，猫屋为无用的现代人创造一个会使放轻松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看明仔载各地头详细气象。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中部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上低27度，上悬悬到34度；东部这边上低26度，上悬34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